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你的家，我是要无说的大师伊利来到你的家就是在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要跟着穆斯林的古兰经，还是犹太的摩西的五经？我们就是要今天就是来研究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是要去听上帝呢，就是要去那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要创造这个天地如果你要寻找这个创造者，如果你想要得到拯救，我给你们已经教训了很多次我们就需要寻找那个真理，不要再欺骗自己。我们这是迷惑了已经很多。我在问你们好，我是要无说的大师姐姐伊利亚，今天就是来到你的家今天就是第3课的教训，我们就是一起要听我们马上就要研究一下关于这亚伯拉罕的上帝的真理是在哪里可以要寻找，因为我们都想找有两个都要一起说关于这位亚伯拉罕，我们都要在摩西的五经都提到，在以前的在后面那古兰经这本书也提到，那就是想问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听哪个书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这就是要我说的工作。他要被抓来的就是为了这事，他以前已经出了，就是这位父亲也发的正道，就是我教你们要哪条路是正路因为有两个话都要提到亚伯拉罕的上帝，那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在哪。第一件事是哪本书是要说的真话，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那个历史，都是按照那个历史，按照所发生的事情，按照那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在犹太的要说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在公元的2000年的以前，这个就叫做摩西的五经，在这个犹太的书在公元的2000年以前的，还有摩西在后面又补过来了，这个已经很久，所以具体的时间我们不能说定了，因为有些书都是在说是公元的1900年以前的摩西的存在就在1300年的以前的，所以都是在一个古老那里，所以没有道理在说是比他们还早。就是说这个犹太的古老书卷，那这个就很明显了，那个最老的是有理，那就是不会有人说这个是假的，因为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个第二课的教训，我给你们已经教过就是有人也不知道是他们凭什么有做这样的道理，就是父亲亚法与以色列隔绝的时候，不跟以色列的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趁着这个时刻就把这个名字要改了，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加入这位父亲要愤怒因为这位父亲亚法已经说过了，我的名不会有被泄露的，我的荣耀不会嫁给加上帝。以利亚来了就是为了这次为了证明的
这位父亲亚法，你不管你说什么，你不管你做什么，他就永不接受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凭这个就把要灭亡以色列的儿女啊。如果这个重复再来，那他必须要惩罚的。这个不是一种的惩罚，所以有些藐视他的都会要被灭亡的，因为他已经宣布说到，我的名字不能被亵渎的，我的荣耀不要归给假神。假如是他真名是亚亚法，你不可以改名字。那如果我们想知道他那个真名字是在哪里可以寻找，我们必须要研究犹太的书，一方求告这个名字，就像以利亚在你们这个地球代表他，就说要反跟着这位上帝以利亚所传播，就要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的，就成为完全的人。这是这位真上帝的目的，就是叫一个人要完全不再犯罪了。这就是他的目的，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啊，他不定犯罪的祷告，这是一件事啊，这就是有一个工作做了那个日子以外啊，因为目标就是叫一个人不再犯罪，有变成了完全的人，就是他真的要完全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他。关于他的圣洁，他是圣洁的人，完全的人，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目标。因为为了这个原因，他就跟人与隔绝啊。如果你想要与他同在，你就必须要成为完全的人。如果你看到完全的人，这个都已经有过了。在你们这个地球已经有人不再犯罪，就是你所亲眼看见的是第一的，要反跟所有的人都不再犯罪，这个是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事，这个不是开玩笑，却把伟大的父亲的亚亚法的伟大的爱要显示出来，这个情况是很清楚了。我对你们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情况，然后就教你们应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要看下那个穆斯林的书，它就是在公元的600年的才有存在，因为它是在公元的600年才能存在，那它是太晚了。如果关于这个亚伯兰的有什么启示那我和你都要说一句话，会把那个新约的全书给你们看了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18章稍微等下，申命记你的神亚法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的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个是在犹太的书卷，就在公元颁布给以色列的，就是说在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要颁布给以色列的儿女那这边说的就是要指的就是以色列的儿女，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在旷野在沙漠中，因为他们在里面都有星期
所以他们都是他们在兄弟在弟兄之间的，就是要上帝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个就来率领他们，这就是那个法律。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3到第5节，摩西到神那里，亚法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下于以色列的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不见。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说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边那个写的很清楚，因为他要颁布给以色列的，就在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这个就为以色列的总说。那个兄弟就是以色列的兄弟啊。那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都是以色列的，其他的国家不能干涉，所以不可以说我说的就是我们的，那或者是那个，你不要说这样的，因为摩西的法律是条件是给以色列的遵守的，所以按照父亲亚法要听从的以色列的先知，这位父亲亚法的法律，如果不是以色列的，那就不行了。这个话是写得很清楚，为了这个我就给你们讲过了，就是父亲亚法对以色列的有愤怒的说，与他们与以色列的隔绝的时候，那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一切都改了。那令人的忧伤，有很多人都被迷惑了，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已经足够了，要打败你们的日子都已经到了。所以以利亚在最后要拯救你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有定我的时候还有时刻，因为这个都是爱，为了这个就交来，因为这个真足够了。父亲亚法不会再给你们怜悯，你们要跟着，要不你们要跟着以利亚。如果你们不要跟随，那你们就会得到惩罚，因为以色列的儿女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被惩罚，就叫成为上帝愤怒，那结果对以色列的就非常灾祸，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认识他。为了这个，以利亚就要教训你们，这个就是爱。为了教你们要转向到你们所创造你们，目的就叫你不再犯罪，是完全的人。那位最后的先知，你们已经提到这个先知，最后的先知就是大叫亚乌刷，这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先知。这位最后的先知已经宣布一个人只能娶一个老婆，一个女的只能嫁一个男人。如果你的老婆有多余的，这个就反对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这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先知的。这一切我们都要研究，但是我慢慢的给你解释。那除了这个话就是什么来着？因为接着这个话就是有以色列的先知，如果先知不是以色列的，那不行。这个就写在摩西的书上，所以谁都有信亚伯拉罕，因为摩西的上帝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他们父子俩都求告亚法，你不能反对，尤其是要跟随这位上帝，就要从罪里面被救出来，不再犯罪。在这个地球上有人就不再犯罪，那你凭什么要反对这个善事？如果你反对这个善事，那这个是奇怪。如果你想寻找善事的，所以你要想一想，
因为以利亚来了，你就要想一想以利亚的历史。因为这位以利亚是他要做什么，所以我请大家要查考，因为他是叫人要转向到父亲亚法那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我现在要重复我以前的工作，那现在就叫全世界要转向到父亲亚法那里，你也在其中了。这位上帝他就不定犯罪的要求。如果你是犯罪呀，你是说脏话的、拖到这样淫乱的抽烟的，那你都会有下地呀。这个不是假的。这位亚伯兰的上帝总不与犯罪的人同在。你不管有什么样的借口，这个是不会，你也不会有强迫他，就是说我有家你必须要跟着我，你不会有强迫他，你要被强迫也跟着他。最老的就是犹太的书与他同在，不再犯罪，这些条件都在。那真的证明就是亚法，因为这个是能除掉人的罪孽，因为这是最老的犹太的说是地道，结果不再犯罪，变成了完全的人。那你凭什么要反对？凭什么要抗拒啊？你应该要想一想，你应该有被证据啊。所以以利亚要对所有的人说，你要收到证据吧，要去金山殿那里跟着父亲亚法。第二件事这位父亲亚法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就是要通过你的子孙的要国民要得到祝福这个是第二件事因为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国民就要得到祝福这个历史是发生在哪个书？必须要在犹太的书，因为这个是最老的书我们不会有查考在后面的书，所以我们要回到原状那里就在于从前那里，你也都看到这个是原状了，那你怎么要找不原状了？如果你这样的，你就你是要做了你是错了，你有最大之夸，也谁都拿不到好处所以我们要研究，要真正的拯救你。现在模糊都已经到了，我们都看到父亲亚法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在俄罗斯乌克兰那里的打仗，这个都已经说明模糊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要想通吧，要想通了，要转过来到真理那里，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按照创世纪我们一起查考22章第18节。创世纪22章是第18节，写的就是创世纪第22章第18节，那来吧，并且地上亡国的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边亡国都要得到祝福这个就是要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亡国的得到这个祝福是在哪里因为父亲
上帝已经说过，他的后代要被掳去，要被虐待400年了，就是以色列的儿女在奴婢的地方，在他们去的奴婢的地方，要被虐待400年了。亚伯拉罕的后代是要接着以撒，才能虐待400年了。因为亚伯拉罕是了2个，一个是玛利，一个是以撒。如果你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啊，以实玛利就是夏甲生的，那这是圣经所写的。按照那个圣经写的，就是这个后代被虐待，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要迁移到摩西。这位摩西他是上帝的先知，那摩西的后代就是从以撒，然后到雅各，或者是以色列。这个雅各或者是以色列要是了12个，在里面有利未，然后摩西亚伦在这个利未出来的，那就是这个摩西和亚伦要带出以色列的儿女从埃及要出来。那我们要念下犹太的书，在创世纪是第几章？第15章，我们念下，一起念下。我们从第1节开始，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就看到那个以色列的儿女是被虐待了，被虐待。第一节，这是一话。亚法在异象中，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同伴，你的大大的上策呢。”就是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上策，我是你的上策。那我们就跳到哪里？在第7节，亚法又对他说：“我是亚法。”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也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现代那个以色列的地。他说：“主啊，亚法呀，我在那知道必要得吃地位业呢。”他说什么？但是我们不对这个。亚法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居住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的400年的，并且他们说要服侍的那个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哪里出来？”这个就是父亚法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去要服侍，要居住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这就是以色列的儿女，他要虐待在埃及要约400年了。根据这话，那这块地是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说的就现代以色列的，在第18节。这个就叫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要发生的冲突。这个在那个到现在，我们来创世纪第18章第15节，到当那亚法对亚伯拉立了约，我以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直到伯拉的河之地，就是基尼人的、基色人的、加摩尼人、赫人的、别利斯人的、利法因人的、亚摩利人、加纳人的、各加桑人的、耶布利斯人的之地。那这个就是上帝已经说了，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代，然后他们就被虐待400年了。
那要应验了这个话，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因为摩西要带他们从埃及要出来，跟按照摩西的五经的历史，父亲的耶和华就被应验了，因为迦南地就是要输给以色列人的，摩西从这边出来。那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他要住在这个